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苏比。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美国众议院通过2027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是包含提供相关10亿的美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2.2%，14个月以来上悬。主计总处认为是天气甲战争、菜油起价造成的。早暗落雨，南部有灾情，屏东新园强河川淹水10公分，徛起入水。高雄左营翠花路立乌车交过破裂。今仔外口落雨的灾情是已经有较停啊，大雨逐步解除。不过早暗这南部落雨是有出现一寡灾情。屏东东港的新园强河川淹水10公分，未少徛起入水。高雄左营翠花路积水，淡仔加路立乌，上无有5架车交过破裂。淡仔加路已经加做水路，这是初5暗时，屏东居民塞车出外状况。这淹水的情形也出现伫新恒乡强河川。最高应该拢塌的啊，拢塌的啊！你看未歹水拢塌的。你看你来偌久啊？村内江河路同款因为初5暗时出现低延时强降雨，整个边堤拢入水，水深8到10公分，爱等水慢慢退去。塞车堵嘛，无咧，塞拢冲入来，塞拢冲入来。这上袂离啊，最高捌咧清的啦。这个所在较低尔嘛吼，各有其他所在有盐埔，这个盐埔几台车？3台哦。屏东这淹水，高雄府汽车爆裂，几啊台上黄灯的车停伫翠华路边，车主无奈徛伫边啊。突然很大声蹦一下，然后以为就只是踩到坑，然后结果开大概20秒，就是开始显示那个车子开始显示胎压下降。那个宾士的交给另外一个，对啊，忙不过来。想要到同一时间，遮尔侪车碰面，但是竟是初5高雄规工一阵落雨，路面出现3个篮球大细启动，至少5台车受害。强降雨导致路面积水，致龟裂路面，车辆碾压，铺面破损。市府回应接到通报，已经马上派人修复，后续也会联络车主理赔甲赔偿，也会继续加强市区道路的巡修。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南部，早暗台北落雨，这大期但是又搁漏水啊！未少看棒球比赛球未去压着。台北市府是表示讲，已经开通知单，要求晚向6月25进前都要改善。雨水一直为大巨蛋的顶面流落来，大巨蛋初5拄着黄霜雨，搁发生漏水事件，雨伫大雨到场观赛的球迷，雨流落来雨水，南瓜淡哥哥市议员也伫面册发文批评。这4年来呢，我相信球迷朋友、市民朋友、歌迷朋友非常的无奈，因为漏水反而不成新闻，不漏水才是大巨蛋的大新闻。对开大钱的大巨蛋不时拄着大雨就漏水的问题，民众也拢在议论。我较早嘛是做防水，我知影那头啊做无，后壁防水要修要用，真的是不简单，不容易。工程停那么久，有些地方都生锈什么的啊，观众都进去的时候，开始启用的时候，毛病就会出来啦。行销专家认为，大巨蛋一直有漏水的问题，会打击民众使用的信心。进场观看的人呢，他则是会更在意，如果今天在下雨的时候是正好有比赛，或者是正好有演唱会，是不是也就因此代表这些人的权益会受损？要求远雄巨蛋公司于115年6月25日前完成改善。体育局已要求远雄巨蛋公司派员至现场查明原因，并妥善处置消费者换位事宜。对此，北市府表示已经针对大巨蛋场馆漏水问题开检点通知单，要求远雄巨蛋伫25进前完成改善，也爱妥善处理消费者的换位代志。若未当伫限期内完成改善，会依约来裁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军委会通过2027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是有包含一条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相关10亿美金的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法案当中也有关心台美之间的通信韧性。另外，美国要卖台湾140亿美金的武器，这条敢会有变动？美国总统 Trump 敢会甲赖清德总统来通电话呢？ Trump 今仔日早起上新的回应是讲，当咧考虑。美国总统川普5月伫传习会登来中途第一摆讲，针对14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拍算甲总统赖清德通会，虽然中国严正表达反对，台湾时间7日伫空军1号以UN部长会公示。We're looking at that, yeah. We're looking at that.
always talk to them, but we're looking at it. 对可能性真的传来通会，罗总统进前表示过，提关各方力量，加对美军出采购，是维护台湾安全、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有机会也要送张忠谋的自传，和川普本人要和美方理解台湾产业发展的真实历程，不是外界所讲偷走美国晶片的胜利。那主要是因为川普总统希望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到美国去投资嘛。对。也希望台湾能够帮助美国成为人工智慧的世界中心，让美国能够再工业化。那他一定要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要更了解。面对中国一直增加对台军事威胁，包含军舰频繁的攻击南绕台，美国联邦众议军事委员会在经过14点钟的审议了后，通过2017财政年度各项收款法案，其中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相关10亿美金的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First time in 40 years, we've been presented with a budget that accounts for the true cost of American deterrence. This top line begins to reverse the damage caused by decades of underinvestment in our military. 各项收款法案因讲是美国年度大法，最后44票对12票通过。除了军备和金援，还有包含观测美台之间的通信韧性，要求美国国防部长2007年3月初进前，向国会提交相关报告，爱评估台湾境外相关通信系统在极端恶劣的战略环境之下，是不是应有效支援美军的实际行动需求。记者综合报道。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2.2%，是这14个月以来上界悬的。主计总处是分析讲，主要是因为天气菜起价、中东战争油起价这个原因造成的。虽然5月通货膨胀的比率是超过2%的警戒线，不过学者是认为讲，要伫咧会当控制范围内。详细的景趁拜六假期来到市场购货，最新数据显示，5月在外口的费用阁提升2.99%，起伏阁比4月扩大。真侪上班族群有感觉，最近在外口真正较贵。会选比较便宜一点的，就那种6个菜不要主菜的那种。偶尔吃个主菜啊，比如说锅类啊，对啊，火锅，对，吃火锅会比较高一点。主计总处统计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2.2%，是我14个月新高，主要因为天气影响菜市季节继续起，中东战事继续影响油价，另外国际机票因为燃油继续大起，三大因素推升造成。也算受天气甲5日节因素影响，6月 CPI 可能会比5月更较悬一点嘛。今年1到5月。平均 CPI 总指数较上年同期上涨1.52%，其中以杂项类及制造娱乐类的涨幅较大。背后的原因还是伊朗的战争，目前看起来是有些物价上涨的压力。全年的 CPI 年增率，我的判断应该还是有机会保持在2%以下。学者分析，虽然中东战事以来政府冻起油价定价，也过去年相对油价绩效拢伫低档，使得年增率偏悬。即摆虽然超过通膨警戒线，也过也算有原地会当控制范围内。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欧洲、罗西亚等国共同运作的国际太空站，罗西亚新生航母服务舱漏气的问题恶化。NASA 昨下晡是要下令讲，要爱叫5个太空人去太空船避难。罗西亚维修的过程是确认讲有2搭咧漏气，一搭是已经拆起来啊，另外一搭爱搁评估修理的方式。为配合罗西亚太空人评估新生号服务舱漏气的问题，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在初5下令，让5个太空人进入甲太空站对接的新龙号太空船避难太平。Need you to execute procedure, EMER procedure 3.4. Crew Dragon established safe haven. Houston station on 2. We copy all 3.4. No suit up required. We will put that in work. 国际太空站由美欧加罗西亚等国共同营运，属于罗西亚的新生号服务舱漏气问题已用一段时间，这个空气流失速度向加紧，因为烦恼机组人员的安全，NASA决定执行避难命令，同时由驻守国际太空站的罗西亚太空人进行检修。后来发现2个漏气点，第一个所在已经完成封堵，第二个所在继续评估修复方式。因为情形无进一步恶化，NASA马上解除避难令，5个太空人也等于太空站。NASA had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They always put crew safety first. And with the operations that the Russian crew were planning to address this leak that has been there for quite some time, I think Russia looked at NASA looked at those procedures and thought that the safest place for the crew was in their spacecraft.
2000年发射成功的成真后，第2019年第一摆被发现异常的漏气的问题。这一摆事件也佫显示，服役超过25年国际太空站面临老化的考验。NASA 按算第1030年代初，和国际太空站退役，由新一代商业太空站接手。公司新闻张淑芬评语。印度一个大法官顶日咱像是甲这失业的少年比如做家纸甲寄生虫，引起抗议。虽然这大法官受出面驳回讲是媒体歪曲伊的言论，不过民众不满的情绪已经断开啊。就有人开一个网站，合作加抓人民党来敲击政府。短短4天，就有2200万人追踪，是比执政党的网站佫较济。拍开网站，会使看到党工也有明确的行动计划，那亲像是一个正办的政党。啊，毋过尤其面顶，说是看到一个穿西米露的家纸，原来这毋是真正的政党，是一群印度少年人伫咧顶礼拜才发起的家纸人民党。这运动的起地就是印度的首席大法官进前将失业的少年人比喻做是社会家纸，互民众听甲哄回倒。Youngsters like cockroaches. They don't get any employment. They don't have any place in profession. 随网砍停后来背回，讲伊的话口一寡媒体站头起尾，伊咧骂只是一寡做假学历的少年人，啊，毋过伊的话大家无要信啊。印度即摆头路歹找，伫2004年到2023年中间毕业的学生，敢若一半会当顺利找到头路，所以印度一个青少年就伫咧网络用做假的方式发起加抓人民党的运动，佮假 AI 生成的图片，网年就引起众人注意。There will be no involvement of any political party in this movement because the youth of this country is fed up of all existing political parties and now they want their own political platform where they can raise their own voice. 伫 Instagram 顶悬加抓党的追踪人数，伫短4天就超过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即马已经来到2200万人追踪。网站的发起人嘛，顺势将这个考试网站变作是社会运动，强调要替所有失业的人来发声，嘛提出打击贪腐、审判透明等等的诉求，互真侪少年人応援。I guess this party will going to do some revolution because they are not unemployed by their own decisions. They are forced to be unemployed because they are not getting jobs. 虽讲印度官方想空想旁要甲加抓人民党的社群口罩甲抬现杀，毋过加抓党随着办新的口罩。创办人强调，因着亲像加抓共款是拍袂死的，当局若是愈要打压，因着愈袂互因称心如意。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女性逐个月来月事，这卫生棉的安全甲健康是上界基本的。不过，根据主妇联盟的调查，多数卫生棉是敢若标示主要的成分，并无把所有的成分拢总写出来，甚至有的是写讲原生棉，不过成分根本就无棉啊。主妇联盟就呼吁讲，应该要检讨目前的规定。市面上卫生棉产品真侪种，不过对有过敏体质的初学者来讲，使用上定会上刺激等问题。看产品主要成分标识，煞也是无法度赔偿原因。可能吃的或者化妆品或者什么的，我看后面买的时候，因为我就是过敏体质嘛，这些我都会看得出来。但是那个我真的就算看了，我也分不出来，也是只能去试。主妇联盟调查发现，市面卖的卫生棉产品有的强调天然原生棉，也毋过包装边仔细细字，刷注明只是定位形容，无含棉的成分分析材质是不织布纸浆、高分子吸收体甲防水膜。另外也有强调放开草本凉感，药管石墨烯等功能，结果表示只有成分甲材质。欠全成分公布，就像将女性的身体当作试验场，让消费者家己去承担产品的问题。没有针对成分，你也需要完整揭露这件事情有规范，我就没办法借由包装上面成分表示说，知道说我可以去避免掉哪些可能对我人体会产生危害或者是产生不舒服的感受的商品。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认为，教育部伫学校推动卫生教育、生理用品的制作原料、甲方式拢爱详细标示，这也是身体健康自主权的一部分。这些用品的怎么制作的也是很重要。那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制作的成分来源，那不知道我们在用的时候会对我们人体有什么伤害的话，那我们使用了就反而自己受伤了就不好了。主妇联盟强调，卫生棉一世人接触时间大约2400日。卫生棉目前受商品标识法规范，呼吁经济部、卫福部跨部门检讨建立全成分标识甲安全管制制度。记者综合报道。
咱现代人手机啊、平板电脑是看规工的正常目睭。台语文园区是举办台语医学讲座，邀请眼科医师教一寡保养目睭的知识，纯粹是听台语、学台语，一减二过。用手机啊耍游戏、看影片，但是长时间近距离看手机啊，可能会互目睭疲劳，甚至会有目睭点点、涩涩的状况。中华台语文园区就来举办台语医学讲座，邀请眼科医师解剖电子产品对目睭的影响。即卖人吼目睭因为拢在用手机吼，定会。你感觉较涩？对，嘿，啊，所以的话，咱来给一寡用眼的知识。啊，即马白内障、青光眼拢少年化，所以想要来听看嘛，可能听保养吼。眼科医师讲，即阵大眼睛、白内障等等的眼科疾病有愈来愈少年化的趋势，建议民众若使用电子产品，上无爱保持50公分的距离，使用20分钟就要休困。主办单位关怀文教基金会表示，希望透过讲座，互众人了解保养目睭的重要。讲座用台语，嘛希望达到台语生活化的目的。视力保健若无做好，咱有可能会足侪的并发症，真侪人真少年。因的干眼症、白内障已经年轻化。医疗的一寡知识啊，医生的专业啊，咱爱注意啥？唔是讲叫你来学台语尔啦，照讲是大家伫生活中都爱讲的话。最近大家有听到迄个黄仁勋咧讲啊，奇怪，台湾囡仔结果哪会听无台湾话？用伊做一个例，互咱大家原来是个警醒啦。啊，你有讲，就会认同嘛。主办单位表示，最近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用台语甲囡仔的互动受到真侪讨论，嘛希望借这个机会鼓励大家讲台语，尤其园区不三时都会办文化、民俗、医疗等等主题台语活动，望台语行入无共的领域，才会当互台语的路愈行愈开阔。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花莲这几冬因为地动、崩山有这寡天灾，未少产业的景气变歹，失业率变悬。即阵花莲县府就举办就业博览会，40间产业开2400个课要请人，互要找头路的人有网络通好去直接。提报了一档一档找头路，原本做观光餐饮业的吴小姐，伫控诉大地震了后，因为头家关门，其他产业也落车，都一直找无头路。我们也年龄大了哈，有些工作我们不适合，对，然后再来就是现在大环境的关系。真的工作真的很不好找。因为合地产业走找真着，花莲县府特别伫中正纪念馆办就业博览会，现场因发现传统产业单位头前拢无人，观光愈受限，也无啥物人。那我们的失业率呢，维持在3.2%，那劳动参与率呢57.3%，那这个部分呢有略低于全国59%。年龄层的话，大概就是中高龄会比较严重。那大概就是45岁以上的，尤其是旅宿业。不过国家照护校较无受地动了经济影响，单位头前欠较侪人。那其实这几年，花莲其实积极的一直在办一些照护的课程，那这些都是非常缺乏人力的这样子。参与的人多吗？参与的人多，但是实际上从事的人少。县府强调，今年就业博览会有40间产业释出2400个工作机会，包含中华抓州、台泥、阿尼甲在地各大饭店甲长照机构。有中高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护理师、帮护员、甲技服员，薪水伫3万到4万之间。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大多数兽医系学生毕业了后，是去动物病院顾宠物，原因去农场顾大型动物的煞是愈来愈少。因为工课环境较无舒适，爱学的理论甲知识搁较侪，实际操作的机会煞是有限。要安怎甲培养的人才，互因愿意留伫咧前线守护农村甲畜牧产业呢？下午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带大家做伙来看。天才拍扑啊光，兽医、助理甲饲养牛的农民就开始甲牛接生，续来搁会做配种甲摸牛才会例行性检查的工课。骹地师嘛咧处理牛骹地的空喙较袂感染，去影响到出奶的量。伫台湾负责做大只动物照护的人当咧减少，分段的工时搁爱随时提醒，工作环境搁毋是讲介舒适，愿意投入的少年人是较有限。你也无守的话，伊骹地会伤高的话，伊会硬着内底骨头，对内底开始恶化，牛就反射放弃食饲料、交啉水，
就影响到伊的能量。大家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很脏，然后很累、很热，没办法放假，钱很少。根据统计，台湾差不多有6000外个职业的兽医，有67%投入伴侣动物的医疗。实际上，要培养一个兽医的人才是真无简单。伫个高级大只动物的照护，爱先学饲、学管理，才慢慢啊接触临床的操作。不过要做兽医，都要读兽医系，才搁去考兽医的牌。去到大学，若要学照护大只动物，理论甲知识是学较济，不过实际操作的机会较有限。除了这个它整个环境的因素以外，整个国内的大动物兽医师的那个环境还是比较不足啊。几乎都是去当小动物的兽医助理，或者是去实验室，就是在学校都是大方向的感觉。跟实际的经验嘛，就还是会有点差异。除了人才培养直接袂起来的问题，限量政策的影响嘛，造成牧场规模缩小，也佮有牛的数量减少情形之下，连带嘛影响照护者因的经济收入。要安怎甲大只动物医疗的人才留调呢？毋但牵涉到动物健康的问题，更较关系到食品安全甲农村的永续发展。记者吴连虎、林建如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变化，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到29度，中部地区28度到32度，南部地区30度到34度，东部地区27度到33度。外岛地区26度到31度。再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